日本政府伫今年8月24开始，甲有川的核废水排入海里哦。日本是强调讲，这些废水拢有合国际的标准。早起国内环保团体是去日台交流协会，甲行政院抗议，因是呼吁日本停止排放核废水。反税福岛污水排放入海，日本政府撤回决定。日本政府撤回决定。日本政府为8月24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到大海，引起世界讨论。日本强调，这款核废水有经过处理，过20种放射性的物质，水内底的物质氚也符合国际标准。但是抗议的声音也未收煞，找来国内有侪环保团体到日台交流协会头前，要求日本退回决定。福岛核废水是福岛核在事故之后，因为炉心溶解而不得不使用的污染水。那这个污染水其实跟一般核电厂的水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核电厂的水里面不会是这个高污染，有60几种放射性物质，等于日本把核灾的责任、核灾事故后续要清除的这些成本，转嫁到全球的环境。环保团体表示，一般核电厂排放的水无经过反应炉的炉心，所以袂有高放射性。但是福岛核废水是为着让炉心降温，有经过炉心。环保团体认为，就算这款核废水有经过处理，要是有高风险，呼吁日本应该要暂停排放核废水。放射性物质它其实的那个活性，对它的伤害会随着时间而衰变。你尽量让它在自己的国土上，然后装在储存槽里面，等到它衰变得更长以后，再来讨论要怎么处理。另外，伫行政院门口也有反台独团体抗议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，因是要求政府禁止日本有核能污染风险的食品进口来台湾。也若行政院是有派出代表接下抗议书，讲会甲意见查登去行政院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